Hello，大家好，好耐冇見。呢期咧同大家介紹下，有好多嘅新產品，有 mini 版嘅細風扇仔，同埋咧可以夾住嘅好多嘅呢個轉嘅風扇，同埋有埋製冷嘅，同埋咧依家好 hit 嘅呢隻擺喺台度可以左右轉嘅，等下可以同大家介紹下。同埋咧有呢隻依家最新嘅4K 嘅運動相機，可以人面追蹤嘅。同埋咧，吊吊弓拍落去就可以自動打開嘅，等我可以同大家介紹下。同埋咧，佢呢隻殼依家係有帶 QR code 嘅碼嘅充電寶，有埋無線充嘅，同埋有埋有線充嘅兩隻款，等下可以同大家介紹下。同埋咧，有呢個 mini 版嘅鼻毛梳，呢個可以呢期同大家介紹下呢啲。同大家介紹下呢隻鼻毛梳超 mini 版嘅，佢呢隻咧。顏色嘅話有好多吓，可以到店過嚟睇，同埋咧俾大家睇下吓，超 mini 版，佢好細，同埋佢嘅充一次電荷都可以用好耐噶，佢係摩打都好勁，呢度掹出嚟，然之後後邊呢個係 Type-C 充電口嚟噶，撳一下，摩打嘅聲音都好勁，佢個轉數都好快噶，細細粒呢個大概半隻手指大細吧，就係咁樣，然之後撳一下就識。呢個係個具嚟噶，呢個俾大家嘅福利噶吓，我哋嘅粉絲吓，訂閱我哋 channel 過嚟嘅話粉絲特價18個8蚊，18個8。同大家介紹下呢隻mini 版4隻顏色嘅風扇，佢呢隻有特殊嘅話，佢就係有細隻同埋有製冷嘅，同埋可以上下。可去屈噶，可以較45度啊，或者個度呢個自己調，同埋咧佢有條掛繩俾你噶，佢掛喺呢度掛頸度噶，超方便。同埋咧佢嘅對電時間都好長嘅，有細隻，應該差半隻手出啲吧，半隻手出啲，顏色都好靚噶呢隻，去到點過嚟選擇一下，佢嘅風速嘅話都係1至199，01到199，同埋咧佢有埋製冷噶。製冷嘅話，有個綠色標呢度就會冰晒噶，個風速都好勁。去到店過嚟睇下咯。仲埋有咧，仲有呢隻咧係嗰個夾住嘅風扇，呢個嘅咧佢都係有埋製冷噶，佢呢度冰噶，冰感好涼，同埋都係1至199，側邊咧佢呢度全部都係可以調嘅風速，同埋咧佢呢隻都係 C 出口嘅，就係充電式嘅。呢隻可以夾嗰個遮啊、包包啊、腰啊、身上啊，全部位置都可以噶。咁呢個顏色就話超靚啊！仲有一隻紫色同埋粉紅同埋橙色，今年嘅限定色，同埋有隻白色。呢4隻顏色都好靚，可以到店過嚟試下佢嘅風力，又細部又製冷，又可以調風速，又係 C 充電口，想夾邊度就夾邊度。呢個 BB 車都好啱噶，去到店過嚟試啊！同埋咧，接落嚟同大家介紹下呢隻嘅話，佢可以左右轉嘅，同埋佢可以風速都好大。呢個撳呢住，大概3秒，然之後按上去咧，佢有1至100嘅風速，同埋咧擺喺呢度平嘅地方咧，呢度撳一下，佢就可以左右轉。佢呢個風速都好大噶，係聲音摩打，同埋咧佢地拍比較穩。佢唔會喐嚟喐去下邊，你就算上邊喐緊，佢下邊都唔喐噶，好穩定嘅。呢度熄機，同埋咧，佢係 Type-C 嘅充電口嚟噶，有3隻顏色。我哋原價係199，你報粉絲過嚟嘅話，到店有優惠。同埋你如果係唔得閒過嚟嘅話，我哋每晚500蚊嘅話係可以包郵過去嘅。顏色嘅話，呢個有3隻顏色，有隻漸變藍、橙色同埋漸變粉，有3隻顏色，可以過嚟到店睇下咯。接落嚟咧，同大家介紹下呢幾隻新款嘅充電寶。佢呢幾隻咧都係依家最新款，符合要求，有加埋 QY code 嗰啲充電寶。呢啲咧全部咧係超級快充。似呢隻款咧，佢係有加埋線噶，有2隻唔同口嘅線，有咁樣 Type-C 口嘅充電線，同埋呢個 Lightning 口充蘋果手機噶。佢呢隻咧，除咗充嗰啲華為手機，其實蘋果手機15、16、17呢啲全部都係通用噶，專用嘅通用噶，有2隻款式。
仲有呢隻咧就係最新款，都係一樣有加埋 QY 曲嘅，呢度都係有加埋心思標誌，符合要求嘅，國家要求認證嘅。呢隻咧佢就比較有特點啲咯，因為佢呢隻咧除咗無線充之餘咧，呢度咧呢條佢係加埋充電線俾你哋嘅。如果有時你唔中意無線充咁樣充嗬，你可以咁樣插條線用都可以，或者無線充咧就比較方便，手機咁樣直接擺上去，佢直接咁樣就可以充電噶啦，就比較方便。同埋呢隻咧，你睇下呢隻咧嗬，佢係有呢個電量顯示。電量顯示可以顯示你剩翻幾多 percent 嘅電，同埋咧後面呢度可以咁樣打開做個手機支架，有時睇緊電視劇啊唔方便弄住手機就可以咁樣平擺上去。顏色嘅話咧，我哋係有做4隻色，我依家用品咧就展覽2隻色咋。呢隻咧就係粉紅色，仲有一隻呢隻銀灰色，同埋有一隻全黑色，加埋一隻玫瑰金嗰個顏色，總數係有4隻。如果有興趣，到時都可以過嚟鋪頭呢邊揀下睇下試下。接落嚟同大家介紹下呢隻雕雕自拍棍，佢咧高度嘅話係1.6米，然之後佢呢度拍一下，佢就自己掟出嚟啦。同埋咧，佢嘅材料都好穩定噶，下邊咧3個腳，再有下邊呢度係有3個支撐架嚟噶，總數係6支架，好穩定同埋好固定。呢度台面有得，同埋落地有得嘅。佢呢隻呢度佢可以旋轉，佢呢個係360度旋轉嘅，360度旋轉。然之後呢個遙控器嘅話，可以攞到出嚟擺喺呢度嘅。我依家展示俾大家睇下。咁樣擰出嚟，之後吸喺手邊，吸上去，然之後就去下邊，或者你用手嚟整嘅話，呢度吸上去，之後可以咁樣嚟自拍，伸出嚟自拍都可以噶，或者係落地嚟自拍都 OK 噶。佢呢隻材料比較穩定噶，可以雕雕嘅自拍棍。接落嚟同大家介紹下呢隻 DJI 嘅平替版，呢隻可以人面追蹤，同埋咧佢超高清噶。呢支架係有埋送埋噶吓，到時去到店過嚟睇下。依家開機俾大家試下，同埋咧佢呢個可以人面追蹤嘅。下邊咧呢度依家開眼機超清，你睇下個屏幕 4K 噶，倍數會有4個倍數吓。呢個下邊呢度有個有個綠色標呢個就可以人面追蹤嘅，超清。同埋咧呢個係觸摸屏嚟噶，觸摸屏嚟噶。如果你唔係啲錢，呢個同埋咧佢呢個入邊設置有好多嘢噶，有普通啊、現狀呢啲同埋咧佢有一個運動模式嘅拍照。側邊呢度有個鍵，按一下點入去。有可以 download 一個 app， 然之後呢部機可以對翻個睇，呢部機你下載一個 apps 你要可以睇回放，同埋咧去操控呢部機都可以噶。佢側邊呢度有點入去，你可以下載佢嘅 apps， 然之後佢有一個自帶嘅 WiFi 熱點，你連咗佢就可以噶話，就可以嗰啲圖片你睇回放啊，或者係操控呢部機，用呢部機嚟拍攝都 OK 噶。同埋咧，佢嘅功能比較多，攝錄呢啲分別錄啊、白平衡啊、內鏡啊呢啲佢好清嘅嗰隻，同埋聲音呢啲全部都係有嘅。側邊仲有呢啲自動熄屏啊，呢啲全部都係有嘅。語音啊、時間啊呢啲，同埋咧，佢呢個係 Type C 充電口啊，比較方便如果係中意呢隻盤狗，去到店過嚟試下佢嘅功能，同埋咧佢嘅屏幕咯嘅高清度都超清噶。